可能兄弟姊妹，你也很多次到有痛苦嘅日子，有各樣各樣嘅事，你到自己嘅生活，似了冇辦法，見節90家，在呢個詩篇59、17節，但係我讚美主，讚美嘅力量，當做之時，我顯對於上帝嘅恩典嗱，係講自己需要痛苦要煩惱。將到做行嚟讚美主，唱歌讚美佢，自家心中得到歡喜，得到快樂，因為到上帝自家嘅賞報，當自家白色之時，自家簽佢，佢就係自家嘅避難所，因為到呢一個詩篇46第2節咁樣講自家啲，上帝對我嘅避難所，給我嘅力量，給我救我嘅，當我白色之時，十分要做。那所以呢，自家講要痛苦，要煩惱，要白色，自家唔需要走到恩典，但想要信心走到上帝嘅面前，相信上帝，佢能夠救你，佢能夠俾你力量，你行起來之後讚美佢，禱告嚟榮耀佢，佢俾你新嘅力量，新嘅精神，行呢個日子，一天自家得到歡喜，得到快樂，因為到上帝要祝福自家。當自家熱下嚟嘅面前，求佢嚟講，佢做自家嘅避難所，做自家嘅盾牌，牽帶自家去勝利嘅路，去得勝嘅路，呢個煩惱，呢個白色，呢個驚，呢個樽，佢牽帶你過，途途節節帶你過，自家跳過去，因為到有上帝嘅一個同在，一天得嘅福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